你會唔會覺得同仔女講對唔住會好冇面，甚至乎會失去家長嘅尊嚴？咁就大錯特錯啦。其實嗰啲為咗維護所謂嘅面子而死撐到底嘅家長，往往最後只有一個結果，就係贏咗一場毫無意義嘅交，但係輸咗仔女對我哋嘅最後信任。記住呢句説話，喺屋企裏面認錯唔係弱者嘅無奈，而係強者嘅特權。當你願意低頭講一句，媽咪啱啱真係衝動咗，對唔住啊，喺仔女嘅眼中一啲都唔渺小，反而你會變得無比壯大，因為你用行動去教佢學校冇教嘅嘢，就係責任感同埋勇敢。呢個亦係最高級嘅身教。今晚試下放低你嘅面子，去贏返仔女嘅心。你敢唔敢試一次？做到嘅話，留言話我聽。